这帮你卖呀！凭借眼力快速分辨，用手掌感受螺的饱满程度，是侯姐多年来积累的选螺经验。中个的好一点，又好吃又入味。它大的话呢，那又不那么好吃，它没那么入味。这还讲一下，你讲好吃的。仔细刷洗几遍，剪去尾巴，等待辣汤的浇灌。田螺啊，就放香料焖喂，这个要煮1个小时以后把它入味，因为你那么大个螺丝，如果你不走到外面的用，它里面用不了啊。高温之下，香料与辣椒的香味被全部激发，加入令广西人着迷的紫苏叶，在去除田螺泥腥味的同时，为底料增香，让重口的味型逐步定型。像我们就喜欢重口味的，我们就很喜欢的。有了重口的田螺和紫苏打底，广西老表们对今晚的酒局就有了底气。味道是感觉就不小，也让排队的大哥排得心甘情愿。经常来啊，经常来，反正经常没有喝这个的真的。